過分操心真係會損腹部㗎。你要知道，人一喺度煩啊、操心，就肯定會損耗自己嘅心血同心神。中醫入面有句說話叫心主神明，一旦心血唔夠，唔單止精神會變差，連記性都會有影響。遇到事情嘅時候，判斷能力就會下降，冇辦法做到一啲明智嘅選擇。其實生活裏面好多事根本唔需要過分操心同埋執着，與其喺度轉牛角尖，操不必要嘅心，不如學識隻眼開隻眼閉。只要大方向唔變，小事就有佢順其自然。所有事情都有佢本身要發生嘅劇本同埋軌跡，跟住去走就好啦。好多時候你強行干涉，反而會越搞越差，事與願違。而養心嘅關鍵就係要學識篤定同埋捨得，主動拒絕遠離，甚至唔去回應嗰啲會消耗你心神、拖累你情緒嘅人同事，等自己嘅心真正喺瑣碎嘅雜事入面抽出嚟，咁就可以變得清閒寧靜。當你嘅心唔再輕易俾煩惱纏住，福氣同埋好運自然就會悄悄臨門，試一段時間，氣息都會越嚟越好㗎。